美國總統川普接見巴西總統盧拉，針對關稅貿易打擊跨國犯罪，也有稀土開發等等這幾項議題來會談3點鐘。雖然雙方是攏講真順利、真滿意，也毋過這會後，川普甲盧拉並無做定來召開記者會，是引起外界猜想。因為盧拉是強調，川普未影響到伊10月佇咧巴西的總統大選。巴西總統盧拉星期在美國華府記者會表示，真滿意甲美國總統川普的會談，這嘛是2005年10月兩個人在馬來西亞吉隆坡當協峰會了後，擱再一屆見面。雙方經過3點鐘的會談，講到貿易，特別是關稅議題，另外也包括打擊跨國犯罪、開發巴西的稀土等等。盧拉甚至當面甲川普表示，願意出面為美國解除對古巴的石油禁運。川普雖然在社群大文表示，甲盧拉的會談真順利，雙方官員未來幾個月也會繼續進行會談，不過並無甲盧拉做伙出席記者會。針對巴西10月總統大選，盧拉星期在華府強調，伊相信川普未改選。Ele sabe a importância dos Estados Unidos. Eu não acredito que ele vá ter qualquer influência nas eleições brasileiras. 川普想要影響阿根廷、洪都拉斯，也有歐洲匈牙利的大選。盧拉今年4月表示，川普任何企圖攏會幫助伊勝選。不過，學者認為目前真難判斷川普的想法。E onde não tem muita clareza ainda, é difícil mensurar. Qualquer coisa que envolva presidente próprio é muito imprevisível. 川普2005年8月捌宣布對巴西產品進口關稅提懸到50%，引起兩國關係真緊張。這當中也包括不滿巴西對前總統波索納羅法律行動的報復。不過落尾因為美國國內牛肉、咖啡、柳丁汁等等民生物資繼續大起，讓美國在2005年11月宣布撤銷。公視新聞，景冠瓊編譯。